来是高雄的南马坑，昨暝6点外，一台长咧直行的救护车驶到路口，发现一个男子长咧过大路，赶紧打档啊，差一点就甲弄着。结果这个男子起性地，甲救护车的驾驶比出一个笨雅的手势。这个影片铺上网络，网友痛骂，敢讲行人的路权上大。阁有人讲，无让救护车真过分，应该甲罚。也毋过，警方讲现行的制度，敢若规定汽机车爱让救护车，针对行人无让，这无法条会当来处罚。行车记录器翕到一个查甫人青顶过车路，这个时阵，一台当咧急行前背救护车看到这个查甫人。救护车是紧急打动啊，车辆闪一个正大下，可见当时是偌尔惊险，险啊去弄着过路人。是讲这个查甫人事后煞敢若甲驾驶骂，隔壁笨雅手势甲人放掉。应该要礼让那个救护车，对，救护优先这样。是不好的行为，不要这样嘿，因为救人第一嘛。现在这个社会不是行人最大嘛？但是救护车上面的人应该更重要，所以还是要有一个相关法制来制约这种行为。代志都发生在高雄南马溪新路加建南路口，22号暗时6点外，当时查甫人要过车路，当着载病患的救护车做出反应，画面红破就帮了后，虽引发着批评，有人骂讲行为恶质，真正想超过。中年男子出现肢体手势，将依影片通知中年男子到案说明。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并无规范行人为避让救护车通行之处罚。因为即摆道交条例甲道安规则，敢若针对汽机车无让救护车辆罚3600块，对行人是无法可罚。若今年第3月初，花莲台北发生过有过路人遭动救护车，当时也引发着讨论。如今阁发生着类似的状况，民众认为相关的规范应该要赶紧检讨，避免影响到救护工作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